你知唔知道用港幣265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喺倫敦20分鐘內度度都去到嘅樓盤？連 HSBC 都一次過數咗2棟大廈，一定係信心嘅保證啦。呢個樓盤叫做 The Exchange， 4分鐘步行就可以過嚟 Watford Junction 嘅火車站，一上車14分鐘就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 Euston Station 喺松灣，20分鐘就可以去到 Kings Cross 核心商務區，返工放工都超方便，用30分鐘度度都去到嘅地方，覆蓋超過100萬個工作崗位，仲評為2024年全英第1名最有活力嘅城鎮。英國政府仲投資咗16億英鎊，重磅升級 Watford Junction 火車站同哈利群購物中心，仲有哈利波特影城、PwC、TJX 等跨國企業都喺度創造大把本地職位，大旺租住需求。喺 Watford 過去2年嘅租金升咗11.3%，你嘅租金可以回報率到6%，租客平均都會租4年幾，又長線又穩定，好多國際投資者都喺度搶緊貨啦！快啲聯絡我哋領取更多嘅消息啦！